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咱 PowerPoint 会当暂停，请合列执事。来看今日咱要唱的诗歌，今日拢用新圣诗哦，所以请提醒大家，你唔免摕新圣诗来唱，全部拢看 PPT 就好啊。因为新圣诗吼后壁定定拢后壁几站吼无甲破做伙，你若歌无熟吼，你会唱袂出来。所以若唱新圣诗，全部拢看 PPT 就好 ，PPT 拢甲你准备办好势啊。来，咱今日有个诗歌爱配合圣话题，咱先来看第一首《新圣诗》88首。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来，咱先听简单一遍。阿中，下一页。好，来，咱来唱第4节，今日要唱2节哦。第5节，咱唱第4节甲第5节，甲正后伫总地唱。但是第5节，请咱下记哩徛起来唱。哦，第5节才徛起来唱，第4节唔免。哦，然后那个第一行那个过门的时候，请信歌队你们声音出来，因为这个安尼哦，那个节奏哦，会有才袂走去，才不会提早出来。哦，请您配合这个。来，咱的第4节，咱来唱一遍，麻烦起回音。来，主爱从你心里有一条路，主爱从你心里有一条路。说明一下，咱咧唱的是速度，就照圣乐队的速度，咱不要回友，不要抢拍。这首歌一个问题，迄个开的问题，你感觉开无够，袂要紧，你唱到倒位开袂够，你就换气就好，因为咱回友毋是圣乐队，所以咱会随时换气，慢歌就是安尼，好来，咱来唱第5节，预备来。
咱看这里啊，每一集的第二吼，迄个旋律，甲咱较早咧听过无啥相款，所以咱这里啊，过来唱一遍，麻烦起个音。这一页，我为耶稣，吼，这个节奏请调，预备来，我为耶稣大下挂烟了，好来，咱来看第二首《新圣诗》98首，基督过我唱和山那。不是这个，是当掉了。当掉就跳出来，再继续。98首这首吼，原来圣歌在唱，但是咱会友是第3节同齐唱，第3节同齐唱。啊，唱的是吼，第3节唱，请咱看指挥的手势，配合指挥赵老师的手势来唱，唔好家己唱家己的。来，咱听金单一遍。第3节有没有第3节？来，咱来唱第3节，麻烦上一页。第3节，麻烦起个音，预备，来，基督。节奏拢旋律大概无问题，总是这里第二甲咱提醒一个，第2行永活毋是永活毋是永活2炮，甲咱提醒一个，唔好家己走头前来，咱搁唱一遍，上一页，预备，来，基督徒。过来看第3首，109首欢喜救主最王。这首是唱全首的，咱对了到尾唱一遍，麻烦请金弹一遍。
第一节，备来。欢喜救主接我，来给我，来给我，让人看我面心中我也欢喜，心欢喜，春夏。稍后，给咱提这一个，咱看头前一粒，上一页。哦，咱看第二行，祝有永远胜利这茶八度音，对低音到高音，有的兄弟感觉足好唱的，轻轻仔唱就好，唔免讲一定爱杀起哩，哦，轻轻仔唱就好。来，咱来唱第二节，预备来。一日天来的早，地天空。这咱来看第四首是106首，我若实在免阁上悲，这是买迄个咱的买面诗哦，咱的上106。好，再给你弹一遍。是甲咱提这一个，咱唱第一节、第三节、甲第四节，哦，无唱全首。来，歌词的小张先甲咱提这一个，这里第二行，袂禁就跳，哦，袂禁就跳，就是忍不住要跳起来。所以咱唱就是诗歌的时候，咱爱唱较活跳咧。哦，主歌话是欢喜的代志，咱的生命得到永活，所以咱咧唱的是爱唱较活跳咧。来，第一节。来，我若是在免有上帝，通我伊，通我伊，因为我主的是道义，通我伊，通我伊，要伊答复我，伊老我死，我心情是拢不了你，袂禁着跳。时间的关系，咱到这来，咱来看圣诗113首，咱的回情诗，我来调基你，救赎我的主，来对着咱的心礼拜。
圣经所记载的话有应验，死，互胜利吞落去啦！死啊，你的胜利伫倒落？死啊，你的毒气伫倒落？死的毒气是罪。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咱做来吟诵圣诗第109首，欢喜救主做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议员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改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俄罗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祭欢唱》，这是基督圣体甲宝血。今仔日，也让雪天城的街路太热闹热滚滚，逐个人拢欢头喜面。因为听讲迄个行真济新家的耶稣，你要认咱也落雪天城咯。听讲，伊是咱敬仰久久的弥赛亚。安尼，咱就紧来欢迎这位要拯救咱的王。恁看，耶稣徛驴仔入城啦！罗山啊，规地大地会好个啊！奉主的名来的，应该得着福乐。就出声唱歌。
做伙来启用新圣祠后面启用48，我来启，请兄弟做伙来印。咱所听到的，世人会相信。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眼孵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咱。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人黄面毋看伊。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抢插。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这声，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抬。这声，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总是上主的旨意，互伊受鞭拍、受苦楚。伊会当岁寿，看着子子孙孙。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来吟新圣诗，新圣诗第88首，主是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耶稣最后受审判，定伫是地顶，伊转位的时，有真济有人对远远地看。
听这咱请起立来唱第5节。请坐，咱做下头来祈祷。哈利路亚！耶稣真正死过啊，救世功劳担做成。基督用死救灵魂，咱人可以免沉沦。救主攻破阴府门，替咱开路到乐园。当死当活当上天。荣光尊贵万万年，全能的爸上帝，愿感谢你，因为国外的主掌权阮的性命，搁使阮自由去听这个世界。愿荣耀归于你，因为基督用伊的性命做礼物。愿荣耀归于你，因为基督用伊的死来拯救阮。愿荣耀归于你，耶稣基督，国活的主，你是永活，搁掌权直到万世的主。阿罗主，感谢主，愿天顶地下的荣光拢归于主。奉国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献诗圣歌队，伫今仔日荣光伊圣名。礼拜日的较早，天雨光的时，遐个人看因所准备的香料去皇帝。啊！我真烦恼，什么人要替咱将门口迄块大石割开咧？哎呀，你看石头已经割开啊！系啦，有人要将先生的遗体偷摕去啊！要安怎？有比赛出现对伊讲，有人你哪会要哭？有人甲我的主刷走去啊！免惊，我知你咧找，互人顶是未过囡仔杀着人耶稣，伊无伫遮，伊已经过活。
赦免咱一切的过犯，以后咱晓悟上帝旨意的奥秘，伊用圣神的印记做咱的标志。上帝的圣名是应当学老的。咱做伙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到12节，台语汉字本伫101页。24章第1节，7日的头一日，天晡光，遐负责人带所备办遐的香料到墓。看见石已经对墓门误开，就入去，无看见主的身尸。为着安尼，在丢除的时，忽然两人徛伫因身边，衣裳光亮亮。有一人惊吓，面压落地。迄两人甲因讲：“啥事伫死人中找活人啊？伊无伫遮，已经过活。恁着记得伊又伫加利利的时，有怎样甲恁讲？人子的确着交伫罪人的手，互因钉伫十字架，第3日过活。因就记得伊的话，对墓里倒去，
将这个事拢报互11个学生甲其余的证人知。第10节，去对使徒讲这个代志的，就是伯大涅的玛利亚、甲约阿娜、甲雅各的老母玛利亚，以及其余甲因做伴的妇人人。使徒看这个话做无影，也毋信伊。若是彼得起来，走到墓里，落去看，只有看右地步尔定，就倒去因厝，在奇怪所经过的事。圣在，圣在，圣在，我心天性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因公，只信我的主。圣在，圣在，圣在，我心天性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因公，只信我的主。讲道。康进顺牧师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国活的性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搁一摆同心做伙来祈祷。各位主，阮满心感谢你。伫咧各位早起，阮同心的兄弟姊妹到上帝你的圣殿，而且要来调见各位主。各位上帝，你的神伫阮内底做工，互阮众兄弟姊妹拍开阮的心门，互上帝你的话、你的神做工伫阮的心中，互主你活伫阮的生命内底。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搁我啦，搁我是咱基督教真要紧信仰的中心，因为人拢会死，人伫历史中间对过去到现在，拢是活伫迄个死的阴影内面。无论你有偌大的关系，你累积偌济钱财，落尾拢就是幸福伫死的一边。伫过去历史中间，咱看见真伟大的亚历山大。伊年轻少年的时，伊就出现，伊的国家扩展到欧洲、亚洲、非洲，通讲伊人生10年中间去到第一个所在战争，拢战赢。总是无拍算，当伊真有关系时，伊人生到是33岁，煞伫巴比伦所在破病死伫迄个所在，33岁。是当年轻少年勇壮的时阵，无几个伊安尼就死去啦。当伊要死之前，伊交代伊四周的人，讲你要甲我埋葬的时，就要请我的医生遐医护人员来扛我的棺木，因为伊安尼要世间人知，人的性命。无法度靠着人的材料伫遐来延续。讲你就是我的财富，伫迄个丧葬的路边，压伫迄个路边，你搁较济的财富，你也无法度早起，也无法度你的生命较延长一久。所以33岁的亚历山大就过身啦。当伊死了后，伊所建立真大的一个帝国，就分裂啦，就无去啦。咱看到伫中国，秦始皇真伟大的一个皇帝，
13岁就做皇帝，39岁时就统一天下。伊这种关系，总是以有缘惊死啊！所以派一部下，四处去找，有啥物仙丹会当互伊终身不老，总是找无。若找无，伊50岁就破病来死。长死了后，伊所建立伟大的王国也伫遐灭亡啊！所以人伫死的阴影下面，当人死了，啥物拢无啦，啥物拢无啦。各位来姊妹，伫咱现主时，咱人活伫这世间，我想咱有缘是活伫个死的一个阴影内底。虽然看起咱现代医学济的努力，要安怎教人，就要活着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互你的性命岁寿会当延长啊！公元2000年，全世界人的寿命平均67岁，经过将近20年，到2019年，人的寿命延长6岁，到73岁。有人的努力有进步，总是迄个极限到底。有科学家伫遐咧研究检测人生命极限会当到150岁，总是到150岁，敢毋免死，那是爱死。人是属肉体，肉体是第三个伫世间有死的一天。伫圣经内底安讲，人为什么会死？因为人离开上帝，伊的代价就是死，就是死。所以，伫有限软弱会死的人，我想咱的内心拢咧渴慕，拢咧敲找迄个永远活的生命。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甲咱讲，耶稣基督叫我啦。信主的人有缘也要甲伊共款，会叫我。我想咱就要常常吸调伫咱的心中，主叫我啦。咱的内心爱因为安尼伫遐跳跳欢喜，毋是活伫迄个死的阴影内底。因为死所带予人的是济的惊吓、哀伤、失望、佮艰苦。拄则咱的诗班伫咧回顾主耶稣徛入进城，伫迄个吉塞那马利园祈祷征战受掠的过程。耶稣也先惊吓逃走，耶稣伊伫十字架的路上，互人掠去的中间，受人会伫遐甲侮辱、甲配喙烂伫遐的过程。通讲遮个，拢互咱伫遐想讲死。通讲是人真大的艰苦、侮辱，也是用痛疼。人毋愿面对迄个死，毋愿面对迄个死。耶稣伫十字架进前，伊伫遐也亲身感受着上帝对伊的启示。当伊伫十字架顶。最后，伊大声喊讲：“伊哩，拉玛撒巴代尼。”意思是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安怎启示我？一个边的人伫遐甲讽刺讲：“你若是上帝的囝，你若是比赛啊，你着对十字架跳落来，我着信你。”一个人甲讽刺讲：“你平时会晓救别人，即马你着救你家己，先发救我。”你若有才调安尼做，我就相信你。耶稣安尼做，无，伊伫十字架顶断开啦，断开。所以伫遐伊亲身感觉讲，家亲讲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安怎启示我？耶稣竟然死伫迄个十字架顶。当时耶稣要死之前，伊大声喊一声讲：“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中。”
意思毋是耶稣伫遐真艰苦、真毋愿死。耶稣伊顺服，这是上帝所要予伊啉的苦杯，毋是照伊的意思，是照上帝的旨意来实现。伊顺服啉这个苦杯，伊伫遐感受上帝对伊的启示，落尾伊也将伊的灵魂交托伫上帝的手中。当耶稣伫十字架顶断气的时，圣经描写当时日头失光，黑暗遮盖全地，圣殿的长篱离做论定。所以耶稣33年人生行到这，以世间人的标准来看，耶稣最后死伫十字架顶。这是人生上界大的侮辱，伫人的心目中间，耶稣你是一个失败者。随望伫3年中间，你讲一个道理，你行一个新约，总是落尾你死伫十字架顶，你救别人，你无法度救家己，你是一个失败者。各位兄弟姊妹，若以人的角度来看，事实是安。咱台湾人咧追求人人生的福气、人生的幸福，讲就爱五子登科啦，五子登科，君子、妻子、孩子、房子、车子。一个人伫世间你打拼，你爱有这5项，你若有这5项，你就会当伫遐。你若有这5项，你的人生就真价值啦。总是咱看耶稣无，耶稣无，耶稣33岁就过身。伊过身的时，伊无娶某，伊无囝，伊出门拢是行路。一双草鞋行遍加利利，行遍犹太，逐所在，甲人做伙传福音。伊出门，伊交代伊的门徒讲：你毋通早披地，你毋通穿领衫，你毋通早啥物出去。上帝会照顾你，所以耶稣伊并无济济得住济济资源伫伊身边。所以，伫台湾人的标准来看，耶稣是一个真不幸的人，啥物拢无，佮最后互人判死刑，是一个重罪人判死刑活33。所以，耶稣是一个失败的人。伫彼得多的面头前，耶稣甲彼得多讲：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所以圣经安怎描写彼得多安怎回耶稣的话？彼得多讲真理是啥物？简单这2句话，互咱真侪真侪的感受。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我就是上帝所要启示世间人迄个永远活的真理。总是世上正源。领导者彼得多伫耶稣面头前甲讲：什么是真理？有权力到真理。所以彼得多并无伫遐遵耶稣所讲的真理，伊要顺探这个真理。耶稣最后屈落伫群众的一个权势下面，你若无将耶稣钉十字架，你就是无尽忠。伫迄个罗马皇帝，彼得多心内惊吓，伊惊失去伊总督这个官位，伊屈落伫人的权势下面。人的权势就是真理，这是彼得多所看到。所以最后，彼得多将无罪耶稣判死刑，钉伫十字架顶。
所以咱才看到代表真理的耶稣，伫迄个有权势的彼得多的面前，那真像真软弱、真无力，互迄个权势甲钉死伫十字架顶。如果耶稣若不过我，伊只不过是一个甘愿为真理受苦的先知那尔。那像旧约内底侪先知，拢是受迫害受害死。耶稣若不过我，只不过是亲像一个受苦的先知那尔。如果耶稣不过我，伊的故事若写到这那尔，我想后壁无阁有人阁第二。当耶稣受了时，伊的学生走了，上界中心彼得对伫后壁，总是到路尾也手抓讲：迄个人我毋捌你，迄个死的阴影，死的惊吓，是互人我通惊，出卖家己，出卖真理。所以耶稣若不过我，这个拢无发生，人袂阁第一。就亲像亚历山大，就亲像曾死王在生的时，因建立伟大的王国，总是当因死了啊，一切拢无啦，拢无去啦。总是感谢上帝。耶稣的故事，毋是到十字架埋葬伫迄个坟墓内底哪听？第3日，伊对死人中告我。当听做妇人带遐坐坐朋友去墓地要看耶稣时，伫遐发现石头已经饿开啦，内底找无耶稣遗体啦。当遐妇人内心心不安的时，突然间天使伫遐出现，向因讲话，讲你是安怎伫死人的中间伫找活人？恁是安怎伫死人的中间伫找活人？主无伫遮。主一定告我来。耶稣告我，毋是天使伫遐宣布那听。圣经记载，耶稣几若遍人显现，伊首先对遐妇人人显现，也对迄个要去以马忤斯的路上2位门徒伫遐显现。第一摆伊的学生自习做一摆伫遐显现，互因看，伊受定。的手个骹，迄个分液，互因伫遐来知，因的老师主耶稣真正叫我来。总前摆一位门徒无伫咧中间，叫做多马。伊知影耶稣因显现时，伊无相信，伊讲我若无亲目看到耶稣叫我，用我的镜头去探伊的灵魂，我绝对毋相信。所以第2遍门徒伫遐显现，耶稣特别多马讲存你的手来探我手的痕迹，存你的手来摸我的血的，毋通无信，就是这是耶稣基督伊学生所讲。所以我想这是耶稣咱所讲的，就信。主已经告我啦，毋通无信。第3遍，耶稣伫加利利河边7位伊的学生伫遐咧掠鱼，伫遐来显现。迄个时阵，耶稣3摆问彼得，3摆问彼得：你有听我？你有听我？为什么特别问彼得3摆？因为彼得3摆。毋认主，耶稣甲彼得讲：你若有听我，你就仰视我的样本。所以各位主通讲，互遐惊吓失大的学生，搁一摆自集做一伙，勇敢伫正南面头前，伫遐宣布主已经告我啦，主已经告我啦。甚至面对初代教会所拄着，无论是犹太人还是罗马政府的迫害，这个福音的扩传也无伫遐来受阻碍。咱会当对使徒行传伫遐会当清楚了解起来。2000年来的福音，世界逐角落伫遐来扩展。
我想这个拢是咧证实耶稣已经过活啦，耶稣已经过活啦。所以过活的信仰，通讲是咱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保罗讲，基督若无过活，咱所传所信拢是空空。咱所传所信的拢是空空。所以各位姊妹，咱每一个主日来到圣殿，直接来敬拜上帝。我想，咱唔是活伫迄个旧约观，咱就是爱守安息日，人的性命得到安息那点。咱是到主的面前，直接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过活。咱到主的面前，直接调见主的面，唔拿咱性命得到安息，咱是仰望咱伫主的面头前，会当领受迄个过活的画面，伫咱的内底，互咱活伫迄个过活的中间。歹势，我说毋是咧乱去哦。好来，继续。所以过活是啥物？我想对咱来讲是要紧，因为咱的信仰，咱强调咱是过活的信仰。虽然人的死。总是会过活，所以真要跟这讲，咱一个信主的人，咱是信仰，是信靠迄个过活的信仰，咱就无活伫迄个死的阴影的里面，伫遐惊吓过日子。各位兄弟姐妹，我想这真要紧，特别当咱年老渐渐啥物拢退还的时，哪一种离世间最后日子哪来哪近的事，咱内心有平安，还是咱内心一个充满惊吓，迄死的阴影离咱愈来愈近，充满惊吓不安。我想，过我的信仰，互咱是教导咱，咱毋是活伫迄个死的阴影内底，咱毋通惊死。日本人在统治台湾人的时，有研究台湾人的民族性。讲台湾人第一惊是啥物？惊死，惊死。所以，若要治理台湾人，你得用高压，用伊性命甲威胁，伊就屈落去啦，伊就屈落去啦。所以惊死，真做咱真大的一个软弱的下面。今仔日，咱台湾有危险，咱看到咱的总统。去美国，伫遐有机会见到因的众议院的议长，伫世界受真注目。这是一个真成功的外交的扩展，提升咱台湾的身份地位。总是咱看昨昏到今仔日，台湾海峡、台湾四周发生什么代志？中国的军队军舰世界伫遐演习。哪一日要甲咱台湾封锁起来？昨暗，因为军舰甲咱的军舰伫迄个恒春佮落去迄个所在，伫遐呢小隔差不多5海里啦，5海里啦，真紧。所以伫遐，互咱感觉像哪像伫咱台湾真无安全，中国有真强大的武器，要互咱屈落，互咱惊死。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过我的信仰，毋是活伫死的阴影内底的过日子，是活伫个过我的愿望内底。所以，基督互咱信仰是咱在勇敢面对人生的苦境的信仰。保罗伊捌咧讲，现今的苦难，若甲将来咱所要得到的阳光，未必得啦。咱会对未来过我的胜利。
来看现今所拄着的苦难。我想这是咱基督徒真要紧迄个搁活的信仰的态度，毋通屈落伫目前所看到的苦难死的威胁。伫信仰内底，咱知咱的搁活，所以保罗甲咱讲，咱来徛伫迄个搁活的阳光仰望来看现今咱所拄着的苦难，迄就无算做是啥物，就无算做是啥物。这个是美国真出名的民权的一个领袖马丁路德金恩。伊是一位牧师，是一位黑人。伊为着美国的黑人，要安怎伫美国底下会当甲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一生为着这奋斗。最后也得到世界的肯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总是一生有缘，无真长岁数，39岁就伫遐来过世。当伊要有人暗杀的前日，伊伫教堂内底面对2000个甲伊同款为着人民对黑人的民权伫遐走动的同胞伫遐来演讲。伊演讲的题目叫做讲：我已经爬上迄个山顶 ，I have been to mountain top。都上帝已经互伊爬上迄个关山顶啊！就那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因要进迦南地，到伫迄个摩押平原的时，上帝无允准摩西入去迦南地，总是上帝互摩西爬去伊个山顶，伊目睭去看，你的同胞以色列民族所要占据应允的地，伫伊的目睭。所以当时的马丁路德金恩，伊犹原是一款的心情，伫演讲的内底，一段话伊来讲，伊讲我甲任何人共款，拢真仰望长岁数，活较久的，这是每一个人的想法。总是伊讲，我现在并无关心这个问题啦。我会当活偌久，这毋是要紧。我现在所想的、所对的，就是要安怎来行上帝的旨意。当上帝现在已经互我爬上这个关山顶，我目睭伫遐看，看着上帝所赏赐咱美国的黑人迄个应允的地。马丁路德金甲伊同胞讲，我已经看去啦。就伫迄个目前，咱念伊要入去啦。伊讲检采我无法度甲恁做伙去遐，总是今仔暗，我要互恁伫遐来明白，咱美国黑人即个族群一定会到上帝所应允迄个所在。所以伫咱看见。马丁路德金恩，伊是看到未来进入迄个应允的地，迄个搁活的生命来看伊现今有可能所拄着的苦难，这无算作是啥？无疑个历史就是安尼演变。过当日，伊就互人暗杀死去，39岁的人生。无真长，随往为死，总是上帝为伊所启示，迄个无分种族、肤色，人人拢拥有迄个平等权利的价值，永远存在伫美国社会中间，伫人类社会的中间。这是搁活的意义，第一项。咱毋是活伫迄个死的阴影的内底，所以咱着勇敢壮大。第二项，咱爱知咱搁活的信仰是咧教导咱耶稣基督搁活，毋是过去历史的事实难听。耶稣今仔日搁活，
搁活伫咧，搁活伫你我的生命中间，搁活伫你我生命中间。保罗伫罗马书6章底下讲，咱受洗礼是体验甲基督死但埋葬，也通过被上帝权能对死搁活，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洗礼就是咧体验主的死，主的搁活。迄个旧的我，趁使用的我，甲主同定死；迄个旧的我。新的我掠上帝旨做中心，只要有圣洁的生活，甲主同搁活。所以同搁活的人，伊是无过做罪的罗木，甲罪断绝迄个关系。但活毋是我的活，是基督伫咱内底的活。咱就为着上帝来活，将咱家己献予上帝做义的一个器具。咱伫咱世间的日子，就会经验上帝所赏赐咱迄个永远的画面。所以基督徒拥有迄个搁活的生命，通讲是伫生活中间不断伫咧经验对死搁活的过程。旧的我不断死，新的我不断活起来。伫耶稣就内底，成做一个新创造。第三，搁活意义上，是咱死了后有搁活的一个愿望。死了后有搁活的一个愿望。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底下有讲到人对死搁活。伊讲人伫世上的日子是真短暂，有结束的一天。伊讲信基督的人，若简单伫现世有愿望，咱是世上上爱可怜的人。保罗要强调咱得相信，咱死后咱会搁活，这毋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学说，是一个事实。咱要相信，咱死后若要搁活，咱的心就归伫空空。咱是世上上界可怜的人啊！所以讲下即个，咱如果有相信这个，当咱面对咱受主恩调亲友离别的时，希望咱心内毋甘，总是伫信仰的内底，我想咱会当得到安慰。因为咱的亲人并不死，咱的亲人是活伫上帝的面前。有一天，咱要伫上帝遐，搁甲伊同住入。所以，因为咱信主的人会搁活。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底下讲，当会死的变做未死的，圣经所记载的话就应验啦。讲死啊！你的毒气一担落，死已经互胜利吞落去啦。迄个胜利是啥物？伊讲感谢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死互胜利吞落去，耶稣基督对死搁活，得到胜利啦，赢过迄个死实啦。所以我想，这是咱内心中得到安慰、欢喜的事。世间一霎时，咱是仰望天堂永远的租家。我的老母97岁，4、5年前中风，所以就拢病倒伫床内底，爱人伫遐服侍。我长期伫外面牧会，通讲真少有机会倒去陪伴我的老母。所以即摆年初到现今这段期间休困的时间，有机会倒去陪伴我的老母，因为我毋知上帝允准伊世间的日子搁偌济，我望会当陪伴伊，会当互伊伫晚年时感受到这个囝儿伫伊面头前陪伴伊行人生最后一段路。从这个中间，我感谢我的兄弟姊妹，通讲对我的老母的疼惜。
我无伫的时，我的弟兄常常伫遐陪伊祈祷唱歌，逐暗伫遐甲伊做家庭礼拜。我对伊永远是安，唱歌，陪伊唱圣诗，陪伊祈祷。伫迄个中间，伊甲我讲逐暗伊若要困的时，伊内心拢真惊吓，毋敢困，因为伊惊困的就袂醒啊，所以内心真不安。要安怎？万一我若困落去，啊，我死无人知，我要安怎？内心充满惊。我甲安妮讲妈妈，毋免惊，咱人的性命伫主的手中，咱定感恩的心过每一天。如果上帝伫困眠的中间吊咱倒去，我想这也是上帝予咱上介大的福气，因为咱是倒去上帝为咱所备办迄个天堂的组织。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想这是搁我要紧的意义。搁我是咱信仰的核心，咱每一主日到主的面头前，毋是干那守安息日。是咧庆祝主的歌乐。信主的人，咱无搁活伫迄个死亡的阴影里，惊吓过日子，咱着爱靠主勇敢壮胆，举起咱家己的十字架，按着主为咱所插的标来跑走，伫咱每天的生活内底。咱拢会咱经验着主活伫咱的心中，互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迄个顺谈私欲，旧的我甲主同顶死，尊主最大；新的我甲主同过我，互咱伫世间的日子，会当体验上帝国伫地那是天的喜乐。咱三甲做来祈祷，听我的主，我感谢你。你搁我，你已经赢过死的关键，所以阮福分这个信，阮确信，阮有一天有缘要甲主你同搁我，所以死就无成做阮的阴影搁脱界，互阮伫世间会当勇敢壮胆对主你的脚步来行，追求上帝国的领导。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常常活伫主你的内底，感受迄个过活的生命所带来喜乐和愿望。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圣诗98首，基督过活唱和散那。第一节、第二节咱圣歌队来唱。兄弟，咱第三节咱甲起立做伙来吟。基督过活唱和散那。
请坐。欢迎罗伊执事甲姚成执事来书献。请坐。咱下面来颁发奖学金。请咱同学来头前。郑百里有转来无？来大学这边国二的这边，大学的那边高中彭鑫刚来。鑫这样。咱今仔日来奖学金有10位才有4位，这拢是咱的主题大学的本来有4位即马伟琴，伟琴是木生长老的查某囝，这是宜家，宜家是点科长老的查某囝，岳家是首期甲玉勋的查某囝，这是彭鑫是咱仲良甲玉慧的查某囝，因是国二安尼咱传道部伫这边想要勉励咱的青年人恁拢是上帝的囝儿，逐工困进前拢读一张圣经将上帝的话语放伫恁的心中。哪侪来读圣经，
咱就哪有气力来赢过逐样的试探。上帝的话语嘛，互你搁较有智慧。下面咱就邀请牧师替咱来颁发这个奖学金。好，请回座。恭喜这细囝吼，认真读册，信用咱嘛是同重要吼。咱若有囡仔的家长，咱的兄弟吼，那真正爱注意伫咱家己的囡仔的教育甲信用的顶悬。咱下面来庆生吼，我都无搁念名单吼，咱请寿星会当徛起来，咱来甲唱生日快乐歌，请东江咱来分米。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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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恭喜吼，5万，逐工拢有人伫过生日吼，我嘛真5万，我逐工会当过生日吼。好，咱敢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我遮无传出来的名单吼。好来，咱来介绍康牧师甲牧师娘吼。第一届来到咱遮吼，感谢伊的辛劳吼。好，咱起立，咱来行平安礼，互相请安。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心事来听你。来，咱搁唱一遍。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信心来听你，我欢喜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咱来吟每遍的诗，106首，我当实在免过伤悲，吟诗线请牧师来作导。
但主一定告我，咱就时时活伫耶稣基督中间，体会告我的使命。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甲恁大家三角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